了后，才找着家己生命内底上重要，就是用家己的体会来写诗真欢喜今日会当各位朋友其实不管是虾米语言伫台湾，包括即马就是讲新移民东南亚的这些妈妈们的语言，我感觉讲嘛是真水当然，我是讲对这种文化是包容的，伊是加法，它不是减法。所以在台湾，不管是什么语言拢是爱欣赏、爱尊重。嘛感谢以前老师也有互我这个机会来遮甲大家聊我的诗。歹势我安尼讲有及格吗？是啊。很香。正宗我是学校的老师啦所以嘛足有机会会当讲这正宗咱的台语台语台语内底的体会，我嘛是回到厝，爸爸妈妈才有这机会讲所以我感觉讲真会较可怜希望我们这个文化活动，台湾母语联盟推展的这个活动，它越来越能够变成一个影响有它的影响力。我想各家电视台嘛，我们也访问说，这样的活动它的意义，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种子它已经发芽了，透过大家的力量，它在发芽，我们要照顾它。我刚刚这个发芽，它会不断的各地都会有种子出现，所以台湾人爱加油台湾母语嘛，大家爱来拍拼好。继续是叶荷花开叶荷花到国开久南部就很多了你可以用网站 Google 查询就会查到叶荷花完成用配位然后大家听要好返回来时间慢慢扬起了一条路底快来从来从下回不是不口假起了其中也会说按旧仪了有关人定的人不看的不按的你恐该按不太按来是从平等的神空头修正周期后都商用上奇妙来也可以能力程度自家来方向五千菜跟风采度平均天通自家来维持因此环境无简单它从神命